继续来看城岛的定寿开发是继续咧吵。内政部今透早进行定寿小组审议，自救会代表就伫外口抗议，批评市政府根本就是诈骗集团，敢若靠几张文件就讲居民是已经同意开发，一旦来开发起来，毋若是了钱，在地居民共款是买袂起。原地改建。反对城岛以区段定寿开发的自救会代表，一透早就到内政部来陈情抗议。5早起，内政部要举行土地定寿小组审议会议，确定定寿的范围。不过自救会不满北市府用问卷调查，讲有超过9成的居民愿意参与开发，不过实际上敢若收回2成左右的问卷。台北市政府一直的在骗人，所以我说这跟诈骗集团有什么两样？学者指出，城岛未来的专案主体有真侪在地居民根本就买袂起，但是硬要煞开发案，恐惊最后居民嘛是不得已要搬走。团团嘛质疑北市府提出的财务报告，就算搁较乐观有果，嘛是会了100多亿。不只是财务不可行，而是计划不可行，就是他要花1000多亿迫迁大家，让大家也负担不起这个安置住宅。北市府的团队伫会议进行简报，讲针对无愿意加入区段定寿开发的居民，已经汰掉24笔土地，也若是问卷调查的部分，是干那针对9个再发展区的居民进行尔。若讲到财务的部分，即马成本嘛确实是有压悬。地价上涨6、7成，再来就是营建成本也上涨的，剔除民众从原来的4处增加到28处，会导致整个收入的部分会减少。如果考虑时间的成本，它实际上是负441亿。简报显示，开发的总费用会超过2341亿，有计是会了441.28亿，日本比是94%，这是无财务的可行性。不过，市府的团队是强调，伫咧区段定寿范围，各地价地比例审议通过了后，会继续举办公听会，完成相关的定数。有计伫115年底会当公告实施区段定寿，互万人超过50年发展的城岛会当开始有建设。记者台北报道。